这条大路通台湾，刷落来的人物爱阿文甲阿玲来到高雄基丁找找历史遗迹。1865年玛雅哥，就是以这个嘢登陆的啦。咱知影讲马原先是用西医带入来到台湾的第一个人。佮爱因对高雄基丁行向内山，完成玛雅哥的传教之路。西巴啊，对啦，你就是这个。嘿啦，咱无找唔到所在啊。过程中会拄到什么关卡？5月19號拜二暗時9點，對應行入這條大路通台灣，做伙來找找瑪雅哥的傳教之路。這條道路通